啦，一問你啊，嗱，尋日咧跑完馬咧，當中咧其實都有啲馬房手足咧都同我哋講啊，例如咩咧？文家良嗰隻起舞飛飛贏咗啦，其實之前咧都講到明咧，幕後咧都有啲不滿上一次何澤堯嘅跑法啦，咁但係文家良都已經講咗啦，換人嘅目的係真係有少少不滿嘅。另外啦，頭場啦，咁啊潘明輝輸咗隻大熱門啦，嗱嗰啲其實佢哋嘅幕後咧。尋日咧係有信心嘅嚇，係輸真錢嘅。不過咧呢啲稍後先再同大家講啦。嗱，今日呢條片咧咁啊會講咧有兩個馬房咧，因為莫雷拉翻嚟咧而半投降嘅。另外啦，當然啦嚇，禮拜一有馬房手足透露一啲嘢咧，阿 Tracy 咧就問到足嘅。咁今日咧亦都咧叫我咧同大家講嘅。咁另外啦，無論你舊會員好啦，新朋友好啦，記住加我哋嘅新 WhatsApp。如果有加入嘅朋友都知啦，我哋即場咧都有啲免費資訊啊，例如有啲咩馬房會去馬，有啲咩馬突然間唔值得買咧，都會喺個社群入面咧同大家講噶。嗱，先講講點解有兩個馬房嘅投降啦。嗱，其實大家咧前兩個月咧都除咗打比之外啦，亦都有啲話題就係掛喺嘴邊，就係今年邊個練馬師有機會爭冠軍咧？嗱，其實咧之前咧方家柏未透露莫雷拉嚟，因為之前開季嗰陣時莫雷拉申請過啦，但係咧俾馬會拒絕啦。到咗之前莫雷拉話4月嚟啦。其實咧廖康銘咧不嬲咧都喺個榜首位置嘅，同埋咧都好有機會咧爭取今年冠軍，因為佢嗰陣時咧開頭都放到贏方家柏幾長頭髮嘅。嗱，跟住咧亦都有聽過沈集成馬房啦，咁沈集成都好希望咧，除咗訓練馬王之外咧，都好希望嘗試攞一次咧練馬師冠軍。而今年咧個勢咧亦都非常之好啦。之後又加咗個啦，希斯馬房跑包下咧。佢喺莫雷拉話嚟香港之前咧，又講想爭冠軍，係馬房手足係證明咗喎，表明立場嘅希斯真係做功夫想爭冠軍。但係到今日嚟講咧，其中有兩個馬房，亦都有馬房手足講咗咧，有少少轉態喎，因為咧大家都聽到啦，咁肯定唔係方家柏馬房啦，方家柏講到明今年要爭冠軍之餘，亦都咧4月揾莫雷拉翻嚟。講到明係爭冠軍用嘅，咁當然啦，有雷神嘅支持咧，其實大家都退避三舍噶啦。咁今次嚟講咧，方家柏咧出馬咧就已經出7隻啦，大家知道啦，佢快谷斷重兵經常勝。咁但係咧，頭先我講啦，其中有兩個馬房咧都開始打退堂鼓啦，就係例一廖康銘啦、沈集成。廖康銘馬房手足話咧，其實本身之前咧都操起咗一紮側身利用嘅馬嘅，但係咧諗住咧急急出嘅，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都有少少話斬纜嘅感覺，即係唔需要話太急啦，希望咧操好啲，一出即勝散領招牌幫啲馬主贏馬，然後啲馬主咧再入新貨，因為今年咧佢馬房入面佢就透露咧有啲馬主都抽到籤或者係攞咗一啲可以攞自購馬翻嚟嘅證咁所以廖康銘馬房咧，大家如果係一心諗住捧佢係爭冠軍咧，千祈唔好咁嘅諗法啦。佢有少少即係唔係唔爭嘅，因為都會等方慢慢，可能佢而家同方家柏相距3場噶嘛，可能等方家柏有啲失手慢慢黐近佢再發力都唔奇。但係現階段，大家如果真係諗住一心諗佢爭冠軍而捧佢啦，千祈唔好咁嘅想法。馬房手足都有講過㗎，即係有少少轉咗個方式去做。另外啦，沈集成馬房啦，咁沈集成馬房好明顯咧，而家將嗰個爭冠軍嘅機會啦，因為咧如果大家知道其實浪漫勇士咧今年冇遠征咧，其一當然啦唔想舟車勞頓啦，同埋咧希望話可能爭取3冠啦，而最重要咧就係咧浪漫勇士如果再遠征嘅話咧，馬房係一定唔可以爭冠軍，因為起碼馬房入面大概1/4至1/3嘅人咧都要負責咧浪漫勇士嘅出入嗰啲部署嘅。但係今年咧，浪漫勇士唔出去咧，第一起碼手執2-3場頭馬喺香港先；第二係人手充裕之下，希望爭取一次冠軍。但係咧，以沈集成嗰個部署馬房手足都話咧，其實佢就唔係好睇好啦，因為點解咧？第一嗰個新馬力或者係用人方面咧，沈集成真係唔係話咁集中。
因為咧講明莫雷拉翻嚟會幫方嘉柏，即係簡單啲嚟講搏殺個四五六月啦，起碼都係咪啊？有3個月俾個搏殺週期。咁你諗下啦，嗰3個月嘅人哋有一個叫做高級啲嘅騎師用，而沈澤成都係要揾人騎嘅，咁呢度都蝕咗啦。所以咧呢3個馬房唔係呢2個馬房啦，廖康銘啦、沈澤成咧都開始有少少打退堂鼓啦。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揦埋佢哋兩個喺嘴邊話爭冠軍，而家唔係啦，而家咧可以講係方嘉柏鬥希斯啦嚇。另外啦，睇下呂建威會唔會上到嚟啦。不過就暫時冇聽到呂建威馬房手足講過冠軍呢2個字啦。好啦，另外啦，崔氏當然啦揾咗馬房手足透露下啲嘢啦嚇。嗱咁啱啱嘅賽馬日，葉楚韓咧，如果大家有睇我哋頻道咧，其實之前都講過葉楚韓嘅部署啦、勝啦嚇。因為如果大家之前有跟開偉大個馬房嗰個手足咧，其實咧應該都有得着嘅。同埋我哋真係問人哋真係答噶嘛。嗱，今次嚟講咧，葉楚韓馬房手足咧有講咧，其實咧佢哋之前咧食團年飯啦，叫做話咁倉主都有講啦，都保證咧成績應該會反彈。同埋講到明，陸續有啲質新馬咧，已經做好功夫咧，係可以咧今年搏殺。咁當然啦，啱啱嘅賽馬日咧，葉楚韓啦都贏咗啦嚇，即係舉步新風啦嚇，亦都臨場我哋都講咗舉步新風之前咧，周俊樂騎嗰隻咧都會搏殺嘅，相信大家都有得着。嗱，今次嚟講咧，馬房手足有講咧，馬房嘅攻勢係陸續有嚟嘅，唔係斷斷續續嘅，尤其是佢話打後呢幾個賽馬日啦。咁今次嚟講咧，葉楚韓咧就9場賽事就出咗8場，算係積極㗎啦。以葉楚韓嘅部署嚟講，咁首先講下舉步新風先啦。啱啱嗰場贏馬咧，其實咧葉楚韓對外話咧舉步新風咧係用咗8成力咧，馬房手足咧有呢少少咧係講倉主講大話嘅，就唔係話係即係講笑咁講大話。其實佢話咧舉步新風係做足功夫出呢場。因為第一樣嘢咧就係根本就唔知有冇得去杜拜跑，所以橫掂都係啦，谷起隻舉步新風先。第二就係咧呢場馬根本就唔輸得，輸咗嘅有何顏面話遠征咧？所以咧葉楚韓啊對外話呢隻馬係8成領咧，其實馬房手足話9成領狀態最少，即係谷到幾盡下嘅嚇。咁當然啦，谷到幾盡都係超班實力贏啦。其實就冇關重要，只不過係講俾大家聽咧，佢嘅重視程度、部署程度，同埋咧最少都起碼贏咗呢場先。咁跟住啦，佢哋當然啦係成個倉都渴望有得去杜拜嘅。但係問題嚟講咧，其實咧就算係而家中東停火嘅話咧，都有少少扎扎地，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講翻少少，中東國家例如嗰啲伊朗伊斯蘭教嗰啲啦，就算講停火，都可能有啲支持者啦，有啲即係戰爭尾水嘅，咁所以咧都有風險，好多保險公司都未必肯賠，所以咧佢哋去嘅機會咧係有，但係佢哋都講啦，有機會唔多過3成。馬房當然好希望啦，可以話去啦，因為可以鎮夫港啦，係咪先？贏到嗰場遠征。最少都可以咧，即係冚過晒之前馬房嗰啲陰污氣先啦嚇。嗱，好似今次咁啦，馬房出咗8隻馬，其實當中咧有幾隻馬佢哋都話做足功夫嘅，但係咧我自己咧就比較咧睇好咧其中2隻。咁第一隻咧就係第一場嗰隻咧10號嘅謙謙君子。嗱，呢隻謙謙君子咧，馬房手足有講咧，之前呢匹馬咧分咧一定係跌破底線啦，隨時反彈，但係佢有個大嘅缺點就係。出閘咧係有少少問題，但係咧呢匹馬咧去到而家好似7歲啦嚇，比較差唔多年長到尾啊。佢話咧個出閘咧準成咗好多，所以咧近2仗咧蔡明紹咧都把握得到入到位。嗱，佢哋有讚啦，蔡明紹咧其實咧出閘功夫咧係真係叫做數一數二，係幾好㗎喺香港嚟講。所以咧謙君子咧今仗咧有2個因素啦，第一就係有快步速啦，佢哋睇好；第二咧排過5檔。嗱，佢哋又睇好之餘咧，我自己都覺得咧，謙謙君子咧機會咧應該都幾好噶，因為呢匹馬咧今次咧幾利後上下噶，我睇個形勢，因為有嗰啲例如啲寶勤啊、納德金喺度咧，我相信對佢嚟講咧應該有啲幫助。咁第二隻咧就係第2場4班1200米，咁嗰隻11號精英大師。嗱，其實上一次精英大師馬房手足話係有機會排到個2檔，谷草1000米亦都有貨交。
但係佢話咧隻馬真係唔知失靈失咗去邊，獸醫亦都驗唔到嘢，隻馬健康冇問題嘅。今次咧繼續用班德禮，咁好明顯上一次咧就唔關騎師事啦。馬房手足話咧，今次咧食料咧係冇問題㗎，操練係操夠嘅，因為精英大師都叫到出得幾多嚇。佢哋話咧今次咧細邊大批咁樣買啦，因為咧始終佢話咧呢隻馬就唔係什麼上風馬，但係佢話精英大師喺呢啲場合跑速度嘅抽到個3檔嚟講咧，佢哋都有啲信心。我自己睇落去咧，其實精英大師咧，如果係真係有分頭嘅話咧，我估佢今次可能都有8倍至9倍左右嘅嚇。呢啲分頭咧應該都幾值博。我比較睇好熱楚韓呢兩隻啦嚇。咁希望熱楚韓嘅成績啦越嚟越好啊！